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讲做学问，拢爱慢过唱阵，去了解代志的真相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日就是陈倒引陈第5条。陈就是讲樟路口的树材实物，经长长会当扣袂长，若加工了用来做各种的家具，像咱讲陈椅。另外，牵陈类的树材会当圆翘的茎环，咱讲菜瓜陈；若豆仔的陈，咱讲是豆陈。另外，还有一款鱼陈，会当做砂糖剂，某人讲是芦陈。这日文音读做陈，倒引陈第5条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牵陈，会当讲是发陈的树木，会牵留意别项物件一直发起嚟，像咱讲葡萄就是一种。第二个词就爱读做慢过唱陈，代表讲亲像是顺陈来望过，一步一步了解代志的源头起底，了解原因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。甲这两个词合做伙，譬如讲，这一暝时间，才牵陈9分的葡萄全部掉插头。警察慢过唱陈，一步一步调查，无偌久就破案抓到贼仔。今仔日绍介这一日读做陈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陈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